自细汉就展现出音乐天分，国小阶段就有打击乐王子称号的郑凯勋，现在是高三学生。自细汉就梦想家己会当开音乐会。今年在家人的支持之下，甲台南应用大学音乐系学生赖少文做伙举办鼓声呐喊音乐会，作为毕业纪念。我是郑凯勋，现在读音乐系，高中3年级。然后我之前就是有在学打击了，然后到现在就是因为有梦想要开一个音乐会，然后在高3这一年想说要升大学，然后完成这个梦想，这样。从几岁开始学打击？从9岁就开始学。9岁开始学。对，现在已经17了。那为什么会选打击而不是其他的乐器？应该就是比较有天分，因为那时候就对打击就有兴趣，然后后来打一打也觉得就是很符合自己的兴趣，然后越打越上手。希望让家己在高三升大学阶段会当留下美好回忆，也在咧家人的支持下完成愿望。这场参像是家己为家己举办的高中毕业纪念音乐会，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告状为伊加油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谢哈，他留长头发不是为了时尚，是为了能够头发能够剪下来捐给这个阿佑，那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到温馨。在座的各位校长、各位会长以及各位理事长，大家都可以将心比心，感受到这年轻人他们满满的热血。凯勋的妈妈也是担任家长联合会理事长李梦晴，也向现场来宾讲到凯勋细汉时阵学音乐趣味经过。小时候我们家锅碗瓢盆一大堆啊，阿姨的爱拱嘛，然后我们就拿了很多锅子啊、丁啊果啦，就放在那边，然后随便他敲敲打打。那路人经过的时候，都给他拍拍手，然后其实不怎么样，他也自己觉得很厉害。这场音乐会是郑凯勋甲赖少文做伙参与筹办过程，希望透过音乐会会当造予大家好心情。市员蔡立青、林依婷、经议员创全、警察局第4分局长王子雄以及真侪贵宾也拢到场观赏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